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日福气来呢个节目。今日大家咧讲嘛，个咧，讲伊只冻虫肉嘅部位是你个模组哦。讲到模组咧，大家啲冻虫肉，过平常时伊到底有是关心机，还是保护机毛吼？喺度係个拄到模组嘅问题啊，到底有看中医，还是看西医咧？今日咧，大家咧分享到中医嘅观点来分享，到底要注意嘛个事情，用伊来保护机。所以今日咧分享你今日台来宾，其实你个中医师范强静安先生。欢迎，主持人按天时间的观众朋友大家好。欢迎你个范强先生吼，当球冇来到福气来咧，即係社台事件吼。所以今日當歡迎做啲繞牆度哦，范強先生來到節目地度，讓大家來講，過咧，今日當貼片咧，你大概對中醫嘅觀點來講嘅時，唔係講你個魚啦，講你個血頭啦，冇今日你講木主，因為一般人係講拄到木主嘅問題，太低，當場被後去看西醫。咁個今日對中醫嘅觀點來講，錯冇？係冇錯。係，我想問文先生，特別會去看文先生問題木主嘅人多冇？多少有啦，坦白講，一般嚟講吼，提這樣子，按你下講嘅乾眼症，又係講飛蚊症，太低啲係，還個就對有小朋友嘅近視，係講上班研究啊，打電腦用3C 產品嚇，多晚研究啊，佢咪會講啱冇就感覺酸澀嘅程度嚇高，看看有什麼藥來改善，係年紀10個咧嚇多晚研究啊，所以看東西冇就嚇化，冇就嚇多啊些藥啊，按嚟反假也有，大部分啦，冇咁錯，因為一般來講，你係講到冇注意問題嘅時節，第一時咪想，係咩適宜看西醫？咁個其實對中醫來講，也有冇強嘅治療方式。咁個當然基本你會講到，到底容易去看西醫，容易去看中醫嗬。咁個一開始咧，大家咧分享，一般人冇講好特別嘅疾病嗬，你講到一般人其實冇注意有一些問題，會遇到容易嘅問題咧。比如講，你來看一下，是像先生講嘅，比如講，因為其實冇注好酸。好色有血絲、點沒落水，然後冇效。按嚟先落幾點兩條嚟講啊，嗬，你講探討兩點嘅話，兩點中醫嚟講話效果如何？效果如何？我而家可能嗌家家去看咯。你講咧，你講有其因必有其果嘛，哈，有其果必有其因，哈，你講你因為按嚟話有太部分啦，哈，是可能使用眼睛過度，哈。大部分咧，還有一點是更年期過後有啊哈，內囊嘅分泌哈，冇來因，女性朋友有啊，就拄到一啲有啊哈，啊呢度更年期嘅婦人哦，會按嚟情形，好，還有誰來因呢是下痘的，可能血水那個年歲比較長一點的，也會按嚟情形。一般來講話按嚟情形用藥嚟講哈，效果我感覺係唔會做得啦。所以用中醫嚟講做得善肉嘅，做得善肉嚟改善。係冇錯。其實訪問范強先生研究，你講你個模組係講有乜嘅血絲啦、好酸澀啦，其實是看中醫做啲善肉嚟改善嗬。還有聽一點，然後大家咧分享好有意思嘅事情，對你把人嘅社會地圖嗬，相信嘅模組批緊條，有冇大家就講，哎呦，你模組批緊條，因為發生乜嘅事情。問一下先生，對中醫嘅觀點，有冇做批緊條嘅問題嗎？有啊，但是那是一種自然現象，下痘，還叫先因使用呢？你可能是頸椎啊神經壓迫到，又要反射過來，第二椎、第三椎，剛才壓到去，傷氣會引起到嘅冇做批緊條。冇做批啊，傷氣是當背會跳，傷氣是下背跳，冇一天，冇一天。你要是講。可能是檢查看就神經壓迫到冇，神經壓迫到係講呢一部分應該是用針灸啊之類，當然一定還是會改善啦，一定會改善。你講看中醫看西醫的分別哈，我感覺一下，第一點你也發生外傷性的。外傷引起啊要啊嗬，本身打倒人容易要啊，身體本西醫看，因為講係慢性咧，肚痛叫你3日5日啊1禮拜，按是講見都感覺有按嚟錢，咁唔係講行動是動幾百些要啊，你當然你現在是本西醫看，也本中醫看，全做得。太方向，啊！伊講可能檢查可能不是啊，伊可能青光眼，又係講白內障，第一種啊要啊，動物可能手術，又係講容易預防冇本去行嚴重，兩便宜諮詢，係咁樣第一場做得。所以前時像先生講嘅，其實先生已經講到當清楚咧。前時先看你冇做嘅問題係乜嘅，有到重點西醫解決先看，係講
像先生讲的酸涩，然后哈慢性嘅部分，做底去到中医改变去了解，怎样来调弄哈。还有提上两啦，大家来分享哦。当你以为讲，我冇做脚都脚坏体咧，可能拄到嘛嘅好送性嘅事情，係冇是当到嘅让佢做戲嘅時間，當到會腳嘅戲有冇？叫冇做腳都會受傷，有冇？講緊嚟吼，個體質嚟關係吼，像這種腳有啊，腳到每些有啊吼，冇目糞，唔過佢會涕淚式流有啊吼，佢眼淚冇出來，其實鼻涕緊流出來停。當特殊哦，冇做成走得嚟，因為呢，cái淚囊吼，淚囊在按呢當本呢有啊吼，有咪下地本呢地本呢，哦，佢對了分泌按流下來，啊水道是對了對鼻孔按落吼，鼻淚管下來安因。咁個上次有啊，應該從家下講哦，腳痛多，你淚囊製造淚液縮吐添上那些有啊，所以腳冇糞咧，腳骨頭咧，腳筋一落去，天一腳唔出來是有像冇腳冇糞，對，啊有的是當。急劇而且又要動嚴重的時候，目糞完全唔會出來。大悲大傷的時候吼，其實會安因。所以講腳到用受傷，用受傷來形容未冇咁錯啦。事實講，佢淚囊已經不分泌淚液咧，佢安因，所以說腳冇目糞。嘛就安樣嘅可能哦，上次可能伊講緊動必送嘅時間會講過，基礎唔會腳，其實可能腳冇目糞，嘛就安樣嘅可能吼。當然，基本上大家都簡單嚟講嘅，邊送先目糞會拄到嘛個問題，目糞個問題當然唔係你基本嘅吼三言兩語是做得講得出，你攞去講一下好大啲嘅概念，像你嘛個流目糞啦，就係目糞有點看唔清楚啦，係咪就污點啊？像安樣嘅問題，你基本你冇一條一條來講，吼，你講嘅好大嘅觀念。不過其實先生嚟講哦，對中醫嘅觀念，你看伊講應該目糞。其實不論中醫也好，西醫也好啦，你看伊講應該目糞，你是做得了解。解應該性體重口，因為中醫體無嘅時候，然後你嘅貴性嘅氣啦、氣管啊，要動態嘅鍛鍊吼，比如講眼睛、目糞，先打斷一下，你啊整個進度啊，即係講，你講解下按看嘢目糞啊，主持人嘅目糞風風，你出版什麼水好？不先上白嘢，基本個流浪嘅時間吼。今年流浪流嘅係冇蛀蟲嘛，所以一開始是我新冠都市想講，哇，我基本嘅拄到反響性上，還有講愛冇蛀，所以反響性上是健康愛冇蛀，我是想講啊，愛長咧，因為愛全部只是冇水動包，冇蛀其實感覺非常嘅疲倦，所以先生可能愛冇蛀是講哦，你冇水包吼，你有血絲哦，來。動緊中線上會健康嘅目糞，線上你係講係健康嘅目糞時候，你冇看嘅目糞旁邊的魚尾紋，但是你思考細紋每時看目糞時候咧，就線上啦大家咧分享一下目糞啦，理解五臟器官其實是有動態嘅關係。呢個中醫有一講咯，佢眼睛是有加千年的歷史過嚟，按你生活作息又息息相關哈。用世界3大最大的遺產的這個那個醫學遺產嘛，按你。中國啦、埃及啦，還有印度嘛，吼。你按講中醫有這個特色，跟目前來講話，大概是講兩毛洞準確啦，叫《銀海經緯》兩本書有啊，是假借唐代的這個孫思邈這個大醫師講基走啊，但事實上哦，追究起來是冇講很準確是他，但是佢理法方要寫到動這樣，寫到動後介紹一些有啊，佢其實有講到啲五輪。佢用五臟六腑有啊，因為五臟六腑的精氣，中醫的觀念是上諸於目。雖然講開竅有啊，哈，什麼鼻這個肺開竅於鼻啦，哈，心開竅於舌啦，好，還有蓋脾開竅於口，好，腎開竅於耳，好，觀念係按摩唔錯。但是嘅五臟六腑精氣上諸於目，啊，本科咧法有啊，看法白些，你來不會出問題，那叫臟腑。哈，內臟又埋問題，又下又關聯哦，做一個觀察一下，觀察一下。按對水動奧愛哈，水輪就是童子，哈，因為個瞳孔，哈，我究竟第八瞳孔嘅時候水輪，哈，按你中醫劃分，它往外這個物外，好物色來個，好該看有哈，按你當然按你。中國人是褐色啦，哈，褐色啦，好，按那些話，佢屬風輪，哈，是屬肝來管，好，然後肝又管係，行外部都有話，嘅氣輪，好是拍起來，按你講，從主持人應該等我貼近下都看得到，為什麼？開始氣輪就是肺，哦，難怪我從來最近肺不是很好，如果肺火比較盛的人有啊，哈，或者說你。
工作量比较高的人也是比较容易眼白那边吗？不过一般人台家讲的眼白，不是就是看到肝吗？一般应该讲，肝也是讲很严重的些就很严重的事情哦。因为肺金克肝木嘛哈，当你也设起出来一种青黄色走出来一些又用黄疸走出来一些，好，你有过劳黄疸的一些，该好又等于说肝木反克肺金，那些是会出现。所以其实吼，大家一般来讲到眼白，时间大家是会觉得好像是肝，其实基本你老大家在讲，其实肺，对，它是需要一并注意，对不对哈？所以伊可能性上是讲，爱研究个血唔会动吼，因为爱粗又会又烫，所以所以看一下爱眼白怕改皮肤下面有嘛改问题，所以其实当然按用改头力，它是非常可以动庆嘅，它的理论。不是按键，但是做在讲的题。不过线上台底到大家咧分享的时候，其实贵张模组按用看起来，它可以连接，连接到理解。另外就是讲哈，全面嘅内外资两片嘅肉，对吧？丰丰嘅嘅肉俩两片，冻昂两片，俩两片，该是属心。好，既然讲充血又啊哈，心火比较盛，你用熬夜还冇出来也有，该从那边开始封起来，还过来是肉轮，又话是讲当不然眼睑上下眼睑，两位，哦，按你先来讲，这种皮有冇同属五脏六腑的精气哈，整个灌注在眼球里面，哦，是贵下按看又话分类是按。哦，所以吼，该谈先生讲没起到都有意思，该系讲前先以前哦，无主要按用个问题，你用因来去，譬如讲去。前头去血头啦，去保护，你然容易老先生咧问题吼，大家先聊下，你等下就来讲。今日都欢迎做啲绕墙到办公先生来到节目地图来看，大家来讲模组哦。一般你讲到模组都会读西医嘅观点，不过今日都有意思到中医嘅观点，然后大家来讲吼。其实你嘅节目本来是系介绍按用嘅时间，然后大家来分享，伊都有嘅概念啦、理论哦。唔系讲只是来治病嘅用意，系讲只是有买问题，当然是可以看线上。吼，到底模组系因为你身体嘛嘅提放出问题来，模组本身真是有嘛嘅问题。不过讲到了，你回到上一团。节目讲到，你讲模组来观察几个事情，那因个器官有动态嘅关系哦，比如刚才有讲到肝啊、肾啊、脾。对，那讲第一点哈，大家我讲中医按分类哈，按你以现在医学观念来把它会搞混，所以感觉哎呀。这个完全是说不通的一理论。我讲一个案例了哈，我家从老师按照张葡萄动有名一家医生，台医生高先睇了哈，佢就从港车后饲了只房家又啊，是木猪皮又啊，紧入5天。对，5天咯。你就讲嘛哈，上眼睑哈属于脾经嘛哈，可以用嘛要用葛根汤，葛根汤就是用属于脾胃系统的药儿。既然吃了，既然药还得治疗感冒风寒。按特殊是走那个经，用那个药有事经犯那个病，还用那个药，其实按好的呢。所以讲，你讲中医嘅五行啦，还讲经络所属有啊，按的观念没错误啊，不尽然，不尽然点点我讲蛮特殊啊，所以讲可以确认。这个是一定按就好哎，因为讲你其他世界吼，啲用药嗰些药，每位用经络归经药啊，哈，容易分类，你还没科学来按做啊。都有意思哈，大家有想到嘛？系讲你系模组紧呀，没有想到你脾。葛根汤，这样子感觉上好像离很远的一件事情，没有想到它是直接的关联嘛，哈。当然这不是绝对一定是这样，可是这就是其中一个方式，一种改奉行哈。不过线上讲到讲到五行啊，你特别去看中医改世界观察很重要，对不对哈？你讲到模组啊强容，所以线上你的表情搞得我很紧张，对，先看眼神，对不对？眼神那个，你讲哈，你莫讲音了，你看电视有啊哈。跟演员在演戏的时候，演呆滞的，演疯子的，那种该都有句话，某些还讲，人之将死，那个表情怎么样？可以表现的有啊，就是眼神，用眼神最传神。眼睛为我们讲灵魂之窗嘛，然后告诉你身体的状态。所以你看片啊，需要放假落来一些有啊，也是看眼神啊，眼神灵不灵动。活不活动？你也呆滞来吧，你可能就整个五脏六腑精气就。所以下摆伊讲，伊看反用性上改世界
进去诊间的时候，调整一下几嘎感抹心，要弄得炯炯有神再走进去，你不能总得太疲倦一款性上。好，了解功效的啦，所以抹心当然是黑嘛，因为抹心就是最直接，举起加可能一感应，走埋你100可能你在你昨天没睡好，你昨晚不摸水好，你今天可能没有精神哎，你今天可能动疲倦，眼神，我们讲哈。说安尼讲话，大部分咧讲法是讲安尼木酒精拍摄的部分有啊哈，当然有风来法有啊，充血过度，一只清心时发炎，哈，那汉只清心时可能嘛就往往因为肝胆也唔好，因为血丝下多的些有啊哈，血丝还摸讲过下风哦，摸到发炎脉，如果是可能充血过度，可能过劳过累，熬夜没睡，好，你要有可能是安因大部分，比如讲黑白分明就最好了，摸血丝哇明蒙的最很令人称羡。小朋友最标准嘞，它是最佳的眼神眼睛好品质，你还没有被污染跟被伤害。我们讲啊提点嘛。今年讲，你眼睛目睭发肉有啊哈，眼神眼拙，那是年纪越来越多。你用当本地位就用买白内障啦，慢慢变用青光眼，它视力感觉你可能是跟目睭来跟心是完全是冇可能，冇可能当本也有可能又上买，你用眼睛暗人又好那白内障眼翳啊这些遮住，你按来清音是讲目睭按看有啊眼睛还有啊形态。用全港目当眼睛真的很开，相信有眼睑有啊水肿，还肿到有啊看下来，目睭白唔会开，还有动眼虫啊有啊。实际上那个目睭白唔会开，对医美医美给灌掉来说，它有可能是下垂，对，太老了，对，那重症肌无力。目睭皮会看下来呀，白唔得开呀，还有一种因素呢，就是可能过劳，心肺功能。或是说肾脏功能有啊，积水有啊，哈，水代谢不出来，那个心脏很猛烈，些有啊。肾脏功能积水代谢不出来，也会影响对眼皮或眼袋。像讲哈，下眼袋的有啊哈，中医的肝炎跟肾比较有关系。真心的从来根本伊来总开始揭开法中40倍讲，10根本是不是有点水肿，眼袋特别明显？对。然后我还是起头讲，景星的眼袋特别明显，可是走够障嗨改时间就觉得脚也肿肿的，好像穿进去会紧紧的，所以就是等于是直接整个人就比较水肿。因为等于说，你的心肾功能有啊，肾从绕外界功能有啊，可能把自家吼水的好少，可以恢复外界好能有啊，没有达到100%。等于说，你也把血一抽回来，因为地心引力嘛，气能气滚也有啊，可以降下去，结果你手掌那些有啊。赵先生的手掌呢，你脚下已经会动送啊，移动合作，结果你就穿不进去，动很，可是进为安然眼，好，但是讲，是用眼睛，你也反射到脚部、足部也是一样，也可以反射到你就想到讲，你也可能把腰绕，心肠可能把冇充分休息，一夜没有睡好。先生讲啊，你感觉根本你绕啊没动好，心肠还没动好，耳啊没动好，因为眼白有点血丝啊，整个人都不是很好。不过了解性上讲也其实赵新红伊来看该镜子，看镜界世界，就来观察一下自家嘅目睭界情形很容易来保养身体。了解到性上啦，大家来分享嘅，就得按样来看，错冇？不过大家就会问下，到底是看中医界世界，治疗嘅方式有冇改咧？好，然后大家来分享一下。日本一定嚟講嘛，你下少用針灸還係要用，下周圍因為針挑眼醫的話，你大部分除了少數幾個醫師啦，有得做，大部分是建議要本西醫去用，嘅器械不管衛生方面但一定都單位。真會用火培過啊，然後安全性啊，或酒精消毒，那是當針灸。但一般嚟講話那是講術業有專攻，你大部分是靠本西醫去做下到。你有時講患者有外傷，突然間外傷，而且目睭底部又乜嘅垃圾都掉到容易，叫清去洗，容易那幾下方便佢準備立即可以按用中醫嚟講，用針灸，你講不管是近視，也係講流目睭，也係講從愛叫患者有啊，是小啊一點，單邊眼睛是眼淚一直流動身體其實小點60磅水不容易那是一針灸一針的，同治療一針的時候呢？那他為什麼呢？該也蠻感原因。那有時候是神經系統有點錯亂
有点错乱。因为其实因为我有听。我有谈过动豆白，就是单边会流泪，对。可是他一笑就会流泪，对。其实动身体啊，小孩子是肯定安是流下来。有笑到流眼泪，笑到流沫，这两件事情我们大家都讲不会啦。如果就是单边的话，你就要去注意，就有问题了。而且跟美讲笑到动严重哦，是按你讲实在，微笑，其实会流出来的，蛮特殊的。从眼睛针灸来讲话，效果当好，尤其不管是近视还讲你也讲干眼症，好，眼睛一直眨，也还讲眼袋，好，下眼袋这个好眼袋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讲你也讲因为比过敏啦，熬夜没睡，好，尤其熬夜没睡，可能1-2天以后又黑眼圈是慢慢消退嘞，因为讲比过敏原因又冲起落去，黑眼圈，可以用针灸，顺便针鼻子，让我们就强啊。它也达到了效果。刚刚等下你有让刘推行各位请反向线上的挂好一下，这挂嘛该好嘞，先治疗一下线上讲的默默强嘛，对不对？黑眼圈对不对？然后也有水肿，也摸水包，两有点慢性抽，身上一看牙医管。所以在写信上来讲，大家有看到啊，其实当然有很多的方式啦，对，那可能係問題係嘛解來治療，還是講了是開刀嘛，開刀嘛，用藥物啊，貴還用靜脈藥啊，肉可能是比較少。好，死骨穿還是有兩頭，我哋是含膜放平啊，我話講有按太個大水缸，有按做到滾到煮來清消，藥熏哈，我這個慶幸哦，本身的經驗，好是。30多年前因為熬夜讀書嘛，天也紅了血壓，骨角母就風蕩蕩，整個眼球，2個眼睛哦，整個血紅。開玩笑，不，一個吸血鬼。現在你是沒有睡覺，你摸水摸啊？睡很少哦，但是我被吸血鬼咬到，然後骨角母風啊。你爸是看到有啊，是用個千里光有啊哈，用水它半斤左右啦哈，是水溫出門嘅些有啊，調兩。一種藥材，線上剛才講嘅千里光，一種係藥材。好把毒死有啊，當便宜，魔鬼啊，當抽錢嚟嘅藥材，但是兩副就蓋罐有啊，調到煮熟啊，蓋罐，雞肝哈。煮罐做的嗎？不是很太苦啦。蓋罐是誰服？好。就是你喝那個湯吃那個雞肝嘛。不過在這個過程藥熏，這種用面扒用有啊哈，黃麻有啊哈。小鍋子啦，煨片，抹出熏蒸，是熏那個氣哦，幾個小時後就退掉了。太有意思了，你用你冇做風華音吼，風華音你講不管西醫也係講心嘅教育話，你加點咩講加點種，你加日之後人會笑。錯。一天就加日之後，我那個有冇真的是幾個小時是貴下笑的，而且應該熏起來也很舒服哈。對。咁到底有冇解做的？然後大家來分享啊，協同啊，有解問題聊下，等下就同你講。兩段節目下來，讓大家來分享的係模組嘅一些概念、概念吼，去看中醫啊，線上也有1-2個實際的案例，讓大家來分享。不過講實在話，上些你都不開始會覺得，模組有一些不舒服啦，比如好像凍天啊，會想要熱敷啊，或者啊，腦部有凍，你好像昨天買了熱敷的東西。不過線上講實在話，有乜嘅方式協同，然後也是模組嘅按摩。我們可以舒緩我們的疲倦，不給好輕鬆的。是因為講上班吼，也係講看3C產品、看療藥啊，聽埋些，也係講一天嘅加班熬夜些，你冇主動算失敗些，按你就話從你有啲係整個徒步，是用木柱強有啊，第二年有啊，又動到穴道，什麼睛明斬足腰、魚腰絲足弓、太陽穴，然後韓國在童子療啦、承氣400，那第一年有啊，你用捏拇指，也係講食指有啊，粘有啊，滾一圈，都可以沒關係，粘有啊，第一年按跌下來，好，第一年。你是按用緊，像是滾輪一樣，按用緊起。滾一片，因為你啊周邊肺鬆都個血頭，是從線上講嘅，你是做得按用是做得舒緩。從首先剛才有講有話用熱敷來講，因為講當下講發生車禍呀嘛，有話開始風腫啊些有啊，跳過錄音架又高，是嘛？槍斃壓落煮濕
缩小一些又啊哈，笑笑。慢慢演，哎，它恢复的速度很快。你也普通可买贵地白羊的笑又啊，包括盖黑眼圈、熊猫眼用啊，跟演落去啊，哎，人也讲一点是贵下笑体，好，盖颜色不错。那小朋友是用呀，给用盖补台这个脸来调到风头，微波又啊，本暗笑又啊，小朋友会学一些，其实本小朋友躺着又啊，虽然。好，不会变成热敷，你还美加放放在不用多木助挡哦。对。那要轻轻的吧？呛哎，就是一台封条哎，微波炉微波热的表是热敷。不过线上那样子的目的是，只是说，哎，可以舒缓一下你木助改疲劳，没错，还安用改意思。因为你血路也痛又啊哈，让它气血。该营养供给越充足，让它等于修复，好维护的那个效能就越高。哎，安尼研究。除了线上工作的安用你看自我，其实手骨很美啊，又整个养老穴又啊，顺头俩哈，然后养老穴俩边。那边有张摸。对，要摸，哎，要摸俩头当背又啊哈，两黏了又啊，哈，养老穴等下当本念，这是这个摸聊当够聊天，安用黏啊，就是也是一个，对，也不错，也是不错的。但是我觉得哈，还会比较建议这种直接给眼眶骨跪下按黏着脸就啊，下直觉。哎，俺没爱用港口哎，因为爱用医疗是中医给血头。你讲想大白，你相信你想想看，哎，你大白摸住起都疲劳的时候，还会去揉它，觉得哇好累。所以其实就像线上拱哎，你就用食指这样子去按摩，对不对？按摩它其实效果会比较快。而且你想看哈。等下这种不自主的哈，自然反射去按揉它哦，就会舒缓嘛。你也讲你度量度摸好意思，会讲自然反射去按揉它嘛。所以讲你的穴位来讲话反映出来对木就又好又啊，是动田心嘛，那是种直接种经验法则可能嘛。你这种小狗小猫，今天生病的时候，可以去草背嘛，又啊，也是自然反射，他们就是那种基因里面就这样有帮助。从来木就按揉又啊，强用。也是自然反射，不管中国人、外国人，每个人不舒服一定都是这样按揉。对，我打同时，人家头对按一按，好像又好哦。不过讲到人家抬架是咪讲抬架土地对不对？摸住你还是要走润筒啊，下半个世界不是行路，不是走什么啊？你摸住没走润筒？不过一般你来讲到摸住润筒，动手动简单，实际上就是往上看、往下看、左右看，我说摸住就可以了。不过跟不跟线上也带了一张。强溶动简单，个空来放强好多，系咪？你再涂，人家涂好，给把分12道光芒用有啊哈，按1、2、3、4按不能移。人家涂好截取哈是讲细来盖眼科诊所啦，然后一个眼保护的一个机构有啊，全部按来涂。对，线上安利先来讲一下，我们从老师像你的意思，先从这个0。2米到0那边开始了出发，所以其实你的眼球还是一样在运动，不过你看的角度很多，比如说1、2、3，比如讲哈4，看到4又看到5，这个又看到6，看到7，然后看到8，什么？然后9、10、11，然后看到12，再中的人。因为可能哈，佢按嚟分配嘅要話，冇就按看不同嘅角度或者要話，佢拉嘅角度是唔會講只有單純嚟講左看右看上看下看，繞左圈圈右圈繞一圈，然後順時針逆時針，佢冇按單純，佢按刻意話是鍛鍊眼，因為眼球後面有6條筋，嘅扭叫話筋哈，佢幫按嘅目睭人家調整按目睭嘅角度按轉，所以講你要不自主的這個你因为你眼睛要看的按轉通啊，所以就話是鍛鍊到後面的6條這個肌肉束，按嚟輕輕來把又話，什麼講單片一記手下觸一記腳下抬挑，還必然冇錯。是種線上講，因為這個角度看得很細，角度看到非常感覺。是種線上講，因為做很容易動緊。譬如果我們看到動就，角度看到動就嘅是種線上講，就不會不平衡。對。好，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眼睛運動。所以線上你係咩？你都來看天咯，然後看手機，看到動就嘅時間，是做啲那愛用圖，非常好。對到開始來看，有冇看動就嘅角度？這樣就是潤筒。除了那點還有一點是講水晶體嘅運動有啊，是講看人、看拳、看人、看拳。然後點樣用音？你睇運動係屬於水晶體嘅部分嚟，好，還有眼球的這個
整个那个收缩，哈，你看两种哈，种款该种款两种，韩国我你摸来凸外些是啊，是讲动弹孙来之后，从八卦天右啊哈，左右上下，然后上45度，左45，右45下这样，这个也是一个方法。所以其实大家有起到，其实不为难，动简单，可是就是要勤奋，总得耐心，对不对？现场款然款去。款然款去，你还可以做啲练习哈。你下唔係，你下大家係講，伊有限是看手機，伊有限是看手機。你下應該係，伊有限是說款然款去，款然款去係冇意思做。你一點我看到安尼觀眾朋友提醒的是講，你想看吼，你啊3C產品按都有啊，款了有啊，你取款咯吼，你款半兩有點鐘有啊，你是變化那些，你冇就跌款了，冇就按。然後眼皮蓋下來，你是這個跌款，因為感覺講你嘅目睭有啊，動冇靈動，叉硬硬，跌冇埋跌痛阿因，你會覺得說，哎，你是地公，你動嚴重，你真當得該有啊，過勞嘞，疲勞嘞，而且頭擺大家咪取到啲係錄音架難為有嘅問題，啲唔係要調聲音，你睇看科技產品看動作吼，不過你講到呢一片，哇，其實基本應看你講到概念，講到你做得做認同，講到協同，不過吼最尾嘅2-3分鐘咧，大家咧分享下，其實食啦當從啦，你特別講食買東西，你睇簡單咯，大家咧講要食菜啦。肉菜嘅部分，錯冇？嚇，你講好，簡單分享一下。睇只係講咯，葉黃素就嘛，大家都買到蔬菜類，好菠菜類，好，韓國咧是講看蓮藕啦、洋蔥、木耳啦，你睇都有啊，吼，它等於都可能活化血管嚟啲，像補血的風菜啦，還係風寒菜啦都有啊，你還未穿嘅。你講韓國有的有啊，上班一些泡茶那些，每時按樣咪差唔差上胃，然後枸杞韓國菊花。米一盒，山楂哈，芒萁啦、女貞子還有決明子，全做得這個一配，乜個面給它好啊！你一全做得口類，嚇，你是食材部分、藥材部分。係啊，咁個大家會講，哎呦，講到食材，講到肉菜，哎呦，佢咧當然用當簡單，咁個一般因為講緊嘅偏鬆是用人來食，其實你做得本條大家一定要食譜錯冇？比如講，思想先生講嘅，你上半個時間你要當簡單，做得去到很肉量去插到。比如講決明子啦、枸杞啦、菊花做的，這個樣泡是好嘞。係啊，冇咁錯啊。平常去上班時起到最後時陣，那時候啉一下，這個好簡單哦，先生。冇咁錯。吼，所以大家鄉親朋友倆看，你家天時就做得看到倆是線上帶來到大家咧分享的。其實你看，按簡單嘅肉菜用到滾水是好嘞。係啊，冇咁錯。已經一罐帶過去。係啊。先生自家有啉嗎？係啊，加減有啉吼。所以除了啉嘅東西之外，這個。現在這也一樣，咁我哋要黃芪，該下配決明子，你要配黃芪，好，你也可以配女貞子，好，也可以配其他的藥，好，還係要凍豆啊。用木茶吼，你係強龍係撈鄉親朋友來分享一下，你按用個食譜，鄉親朋友做得看到，其實還是一樣，吃上種東西，加到變通，大家就滾水，按用做得最美，哦，你係係梅。現在這比較特別，比較特殊哎，因為它有烏蓋、馬兒、何首烏，等下對不住啊，凍紅。我唔錯，可是烏尾，這個顏色很黑耶。它補肝腎，哦，補肝腎養脾胃。所以其實你講客家人好心毛嘅時節，其實你下食譜也做得強容易很肉啲。查到先生講嘅像何首烏嘛，對不對？哈，烏馬兒啊、枸杞就烏卡對煮某些，也算是也算是小補品嘛，對不對？然後有好食錯冇，所以最尾1分鐘吼，哎，簡單到大家都提醒，其實是係生活嘅角度輕鬆。我們講，早睡早起，還有莫熬夜，最重要你睡眠時間要充足，還有莫動不動都生氣啦，哈，莫過勞了掉哈，莫來啃，好重要哦。還有你食肉啊，盡量分耳朵，因為動到時候有啊，不吃蔬菜。我是唔食肉，好像做唔得。韓國你看電視啦都有啊，3C產品有啊，唔係講一點鐘哦，事情係建議有啊。你係感覺講看了有啊，冇就點有啊，講半點就是動差一些，你就半個小時要休息。對，好。我講先生講，昨天看1點鐘，硬會看到1點鐘。你吃到已經覺得疲倦了，有點甜咧，你就真的不能休息一下。係冇到演技好大概時間，你是咪知道講哇，其實冇做會有問題。希望今日鄉親朋友嘅收播動態，請感謝反響。線上都分享按正規嘅自信，是冇呢？係，先睇這個。好，該聽聽下嚟做乜嘅咧？做認同，然後做啲做唔住嘅認同哦。